今晚好多謝大家，我同導演都好衷心咁多謝咁多年來忍受到我哋同我哋合作咗咁多電影嘅台前幕後所有嘅工作人員，非常多謝佢哋。你去戲院睇戲呢，部戲放完呢，啲燈光着你準備走啊嘛，當銀幕上面呢，仲係好多名出嚟，我相信好多人都一個都唔識嘅。不過呢啲就真係我哋電影嘅手足，因為佢哋支持，因為佢哋嘅努力，令到我哋可以完成到一部電影，所以其實真係要多謝嘅係佢哋。導演同我咧喺香港電影咧做咗40幾年，有順境亦都有逆境。不過好彩每一次好似風雨之後咧，我哋就會變更強更有力。所以我祝願今日所有我哋香港電影界所有嘅同業繼續努力，為香港電影發光發熱。香港電影加油！加油！7月13日，娛樂圈傳來噩耗，施南生於香港養和醫院安詳辭世，享壽75歲。施南生自2022年免疫系統長期失調，近期細菌感染誘發多重器官衰竭，親友全程陪護。去年4月，施南生與前夫徐克共同斬獲金像獎終身成就獎、市金像獎，罕見雙人同受終身成就榮譽。施南生在台上發言：香港電影就像一隻不死鳥，經歷風雨之後會變得更強、更有力量。所以我祝願香港電影的同業們能夠每天都繼續為香港電影努力，讓香港電影持續發光發熱。這是他人生最後一次重量級行業盛典，他的離開是電影行業的損失。